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58篇11節，因此人必說，義人誠然有善報，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斷的神。因此人必說，義人誠然有善報，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斷的神。我哋嚟到施恩憐憫嘅神面前，求你幫助我哋靠住耶穌基督嘅救恩，除去我哋裏面嘅惡同埋不義，使我哋成為你所喜悅嘅義人。神啊，我哋向你獻上感謝，相信你掌管萬有，以致我哋不灰心，喺等待中不失望，喺患難中不動搖。我哋常常警醒禱告，等候神，得着從你而嚟嘅力量同埋平安，並相信你會按公義同埋信實施行審判，義人必有善報。奉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禱告，阿門。